耳痛痛到瞓唔到，但約 GP 又要等。喺英國，其實大部分耳痛可以先去有提供 Pharmacy First 服務嘅藥房做評估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集 Pharmacy First 第二集講耳痛。第一集我講過 Pharmacy First 係咩，有興趣可以睇返。Pharmacy First 嘅耳痛服務係有指定年齡範圍嘅，通常主要覆蓋1至17歲嘅兒童、青少年。成人耳痛通常會建議用111或者睇 GP。同埋提你，唔係間間藥房都有做 Pharmacy First 㗎，去之前可以先打去問下，同埋年齡係咪合乎資格。去到藥房，藥劑師通常會問下你痛咗幾耐，一邊定係兩邊，有冇發燒，有冇流膿、流血，聽力有冇下降，最近有冇游水，有冇頭暈，小朋友嘅精神同食慾點。有需要嘅話，亦都可能要用耳鏡 Otoscope 望下耳道同耳膜嘅情況，判斷係咪中耳炎、耳垢問題、感冒後壓力問題，定係要升級求醫。咁藥劑師可以提供咩建議或者處理呢？一般會包括第一，止痛退燒建議，例如係 Paracetamol、Ibuprofen。第二，如果懷疑係耳垢阻塞，會建議合適嘅處理方向，例如係耳垢軟化產品。第三，如果評估後符合 Pharmacy First 嘅指定條件，藥劑師有機會按照 PGD 或者 Protocol 提供合適嘅處方藥，例如係抗生素同止痛耳藥水。如果出現紅旗位就唔好拖啦，例如係高燒持續、越嚟越差、耳流膿、流血、耳後明顯腫痛、聽力突然大幅下降、嚴重頭暈、面部冇力、麻痹，建議用111或者盡快求醫啦。緊急嘅情況就999或者 ANE。問下大家，你想我下一集 Pharmacy First 講鼻竇炎、皮膚感染定係其他？留言話我知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 YouTube Channel 上有完整播放清單。有問題或者有想我拍嘅題目，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同安排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